阿伯拉罕佫娶了一个某，名叫基托拉。基托拉甲伊生了新兰、约山、米但、米甸、伊苏八甲苏阿。约山生了示巴甲底但，底但的子孙是亚述利族，利拢是族甲利乌米族。米甸的后生是以法、以弗、哈诺、阿比大甲伊洛大，这拢是基托拉的子孙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拢予了以撒。亚伯拉罕将财物分予因四出的众子，趁着因还在世的时阵，打发因离开伊的后生以撒往东边去。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。亚伯拉罕受权年迈气绝而死，归甲因列祖迄边。伊两个后生以撒、以实玛利甲伊埋葬伫麦比拉洞内，这个洞伫麦利前赫林所辖的后生以弗伦的田中，就是亚伯拉罕向赫林买的迄块田。亚伯拉罕甲伊的牵手撒拉拢葬伫遐里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，上帝赐福予伊的后生以撒。以撒靠近比尼拉海来基大。撒拉的孙女埃及人哈甲，甲亚伯拉罕所生的后生是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后生的名字按照因的家谱记伫下面。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，佮有基达、阿特别、米比山、米西马、多马、玛撒、哈大、提马、伊突、拿比斯、基地马。这是以实玛利长子的名字，照着因的村庄因济做了12族的族长。以实玛利享受137岁，气绝而死，归甲伊列祖迄边。伊子孙的住处伫伊众兄弟东边，对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尼，正伫亚述的道上。亚伯拉罕的后生以撒的后代记伫下面。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娶利贝加为妻的时阵，拄40岁。利贝加是巴旦阿兰地的阿兰人，比土利的女儿是阿兰人拉班的小妹。以撒因伊牵手未生育，就为伊祈祷耶和华。耶和华应允伊的祈求，伊的牵手利贝加就怀了因。囡仔伫伊腹肚中彼此相争，伊就讲：若是安尼，我为什么活呢？伊就去求问耶和华。耶和华对伊讲：两国伫你腹肚内，两族要对伊的身躯顶出来，这族必强敌迄族，将来大爱服侍世。生产的日子到了，腹肚中果然是双子。先生身体发红，规身躯有毛，如同披衫，因就甲伊号名叫以扫。随后佫生了以扫的兄弟，手掠着以扫的骹后筋，因此甲伊号名叫做雅各。利贝加生了两个后生的时阵，以撒年60岁。两个囡仔渐渐长大，以扫生于帕拉，上伫田野；雅各为人安静，常住伫帐棚内。以撒爱以扫，因为上食伊的野味；利贝加却爱雅各。有一天，雅各滚汤，以扫对田野转来忝了。以扫对雅各讲：我忝了，求你将这个红汤予我啉。安尼，以扫就叫以东，就是红的意思。
雅各讲：你今日将长子的名分卖互我吧。讲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伫我有啥物益处呢？雅各讲：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以扫就对伊起了誓，甲长子的名分卖互雅各。就安尼，雅各将饼甲红豆汤互了以扫，以扫食了啉了，便起来行了。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伊长子的名分。